Hello，我係心急快師奶啊！呢幾日呢，其實大埔雲福苑嗰個大火呢，其實引發到呢連國內人呢都大肆討論得好緊要噶。咁而佢哋最近呢，即係呢兩日洗版呢，講緊呢就係話因為雲福苑呢講緊成30幾層高啊嘛，咁雲梯亦都上唔到去咁高啊嘛，咁所以呢，喺撲救嗰陣時呢係有一定嘅相當嘅困難啊嘛，咁所以呢啲大陸人呢就話而家嗰個新思維呢衝擊佢哋呢就係話唔好去買啲超高層嘅樓，唔好買啲高層嘅樓，寧願咧去買啲步梯樓。咁佢有啲人咧就話我寧願攞40-50萬去買個步梯樓翻嚟，咁跟住咧我仲要抌多40-50萬去豪華裝修佢都好，都唔想咧攞100萬咧去買一個咧高層嘅單位咁講。佢話要買高層咧，都寧願咧買嗰啲小高層，即係10零層嗰啲咁樣嚇，17-18層高嗰一種咁樣。又係㗎喎，因為真係。雲福苑呢一場咁嘅大火，一燒7座樓，乜嘢都冇晒，的而且確引發我哋有好多生命嘅思考啊，有投資嘅思考，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安全嘅思考啊咁。嗰啲網民呢都喺度鬧啦，就話點解呢唔用直升機去救火？話隔離就係吐露港。已經可以喺嗰度撥啲水過嚟，已經可以淋啦咁講。但問題係呢，你直升機呢，你嗰塊葉呢，你係令到佢嗰個風向個風流更加加速呢，啲火呢更加燒得冚冚聲，亦都係呢，即係唔 work 嘅事嚟㗎。咁佢哋呢又再一次提出呢嗰個容積率啊，即係嗰個樓間距呢，佢話太過密呢，亦都呢影響到呢你嗰個救火啊。呢個亦都的而且確係嘅。嗱，嗰個問題呢就係呢，嗱，惠州其他地方都冇㗎，唯獨是係十里銀灘，佢嗰個密度係高到得人驚嘅。所以呢，十里銀灘如果一火燭呢，真係好大鑊㗎，同呢雲福苑呢差唔多㗎咋。真係呢，可以火燒連環船噶。Hello， 我係心急快師奶啊！大家訂閱咗未？未訂閱嘅記得免費訂閱。訂閱咗嘅想做呢會員，可以聽多啲資訊嘅話呢，記得呢做呢個嘅會員期間限定啦。大家你入嚟睇片嘅時候，幫手順便睇晒所有嘅廣告，俾我可以持續落去。經營到呢一條頻道，俾更多呢有用真實嘅資訊俾大家，多謝大家。所以呢，十里銀灘嗰個叫 OK 東嗰個中介呢，真係好蠢咯，同埋叫呢雲福苑嘅呢嗰啲咁嘅受火災影響嘅業主呢，走去同佢買十里銀灘，話5折打個5折佣俾佢咁講，人哋雲福苑嗰啲業主怕啦，已經經歷過咁樣，同你去買啲密度咁高嘅十里銀灘。嗱，而家畫面見到呢個就係十里銀灘，高唔高啊？啲密度同高過香港啊，真係荒謬啊！我覺得今次呢雲福苑呢真係一次生命教育咯，亦都令啲人呢更加呢去深入思考呢乜嘢嘅居住環境呢先至為之呢係最適合、最安全咯。咁原來呢曾經呢南京呢就有即係電動車呢就入 lift 咗之後呢就爆炸啦，就引起火災啦。咁就令到呢嗰啲消費者對於呢購買呢電梯樓呢係有個信心有動搖到嘅。咁部分呢本來諗住放棄呢樓梯樓呢，想去換呢啲高層嘅住宅呢，嗰個交易亦都暫停咗啦。咁而深圳呢，亦都因為呢咁樣呢，有開發商呢直頭係緊急降價40%啊，去拋售呢啲高層嘅住宅啊。咁呢被視為呢係市場信心動搖嘅信號啊。咁而香港雲福苑呢，佢因為好近吐露港啊嘛，直頭係高層嗰啲係望到海景噶嘛。咁本來呢，大家都明白嘅，香港人呢對於海景樓呢係好趨之若鶩噶嘛。咁而因為呢件事咗之後呢，其實呢個海景加高層嘅傳統嘅
日價嘅邏輯咧，而家開始失效啦。咁消防嘅認證啊、逃生嘅動線啊，呢啲安全嘅指標咧，就成為咧購房嘅重要考量啊。咁呢樣嘢咧，亦都係引發到咧而家國內人咧對於咧究竟買呢個高層嘅住宅咧係咪咧值得咧嗰個思考得好緊要咯。咁佢咧就話曾經咧有一位咧係想賣咗咧28樓嘅住宅咧，想換咧7層洋房嘅業主咧，佢就話慶幸咧及時止損啊，咁啊令到咧呢個房產一年間咧已經貶值咗20萬啦，即係話嗰啲高層嘅住宅咧一年間已經貶值咗20萬咁講。咁似乎咧呢個思維咧即係影響得大陸人咧都幾深啊。咁原來咧喺2021年咧住建部咧已經咧係講明唔可以咧再用竹咧嚟搭棚嘅。咁唔怪得知咧雲福苑呢件事咧咁多大陸人咧一面倒咧就指責咧一定係啲竹棚出事咁講，其實就唔係嘅，根本咧就係嗰個綠網出事，同埋嗰啲發泡膠出事咯。佢哋大陸人咧對於咧今次雲福苑咧呢個嘅世紀大火災咧講得好好嘅嘢，一樣嘢咧就係話佢話出咗事之後咧，靠啲藝人去祝福啊，市民去援助啊，展現咧呢個社會嘅溫度咧。但係呢個城市嘅安全咧係唔能夠咧單靠呢個溫情去維繫嘅，係需要咧有剛性嘅標準同埋嚴格嘅執行啊。其實今次咧其實暴露咗啲乜嘢嘢咧，就係話第一啦，你政府要求我哋小市民去大維修，但係喺個過程中你有冇協助我哋咧去揾一啲專業嘅人去幫我哋咧同埋咧喺個過程中咧，你政府有冇咧不斷去監測咧？個問題咧就反映咗喺呢一度咯。因為雲福苑嗰啲業主咧，佢唔係冇發出過求助，佢連環發出咗2次求助，一次咧就揾東張去報道，一次咧直頭寫信咧係去俾呢個嘅勞福局嗰度去同佢哋講咧，話嗰個綠網咧唔防火有問題嘅，但係香港政府有冇理到啊？結果咪造成今次呢件事咯，呢件悲劇咯，呢個災難咯。咁原來咧，而家深圳咧對於咧起呢個高層住宅咧有一個嘅新規定嘅，就話咧如果咧起80米以上嘅話咧，一定要咧係特殊審查啦，同埋咧嗰個每一層高咧唔可以少過3米嘅國際標準嚟嘅，呢個係最後啦。希望咧雲福苑啲死者安息啦，咁在生嘅人咧要堅強，好好活落去咯。希望我哋嘅香港政府咧深刻反省呢件事咯。Hello， 我係心居快師奶啊！大家訂閱咗未？未訂閱記得撳個訂閱掣。訂閱咗呢就千祈唔好再撳，再撳就會變咗取消。如果覺得呢條影片呢有養分，值得分享開去俾更多人知呢，幫手分享開去啊！多謝大家。